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返嚟呢個 channel，又嚟到迪士尼情報。踏入6月份，20週年慶典活動就即將結束，緊接落嚟就係夏季精彩活動。今次情報當然會逐一介紹唔同夏季活動，仲有下半年活動搶先介紹啊！鍾意我啲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，就記得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就會通知你㗎啦。香港迪士尼樂園20週年慶典由去年6月開始，為期1年，去到今年6月7號就會正式完結。唔知大家過去呢一年有冇去樂園玩？過去呢一年樂園都推出唔同大小嘅表演，包括城堡表演，亦都復辦日間巡遊 Fantastic。到咗晚上，星夢光影之旅加入最新無人機元素，成功吸引唔少賓客欣賞。呢一年樂園亦都推出唔少創新產品，例如奇妙護照、盲盒等等，都吸引唔少賓客。又嘗試開唔少期間限定攤位，亦都吸引唔少賓客可以參與互動，增加旅客體驗。樂園積極向世界各地不同市場落力宣傳，不同限定活動亦成功吸引各地旅客，帶嚟一個非常之唔錯嘅遊客數字。其中吸引遊客興趣嘅產品就係奇妙護照。我上個月都有拍過一段片去介紹過呢本奇妙護照點玩法嘅，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到影片上方個 I 字去重溫呢段影片。記得喺6月7號之前把握最後機會去參與20週年慶典活動，部分活動過咗就冇啦。緊接嘅夏日活動就係 Pixar Summer Fest， 以一眾 Pixar 比斯動畫做主題，同一眾 Pixar 好朋友一齊開場夏日主題 party。闊別一年嘅 Pixar 水花大街派對，今個夏天將會強勢回歸，一眾 Pixar 好友就會同各位賓客載歌載舞，一齊大玩水花，興奮互動，仲可以同一眾 Pixar 好友喺樂園各處驚喜互動。大家仲有機會遇到一啲平時好少出現嘅角色，除咗可以喺樂園玩之外，去到酒店亦都可以大玩特玩。晚上仲有全新嘅 Pixar 好友星空匯演，一陣會再同大家介紹。依家率先睇返水花派對精華。到咗晚上，迪士尼星夢光影之旅表演之前就會有全新嘅 Pixar 好友星空匯演，亦都會用無人機加上投影，將 Pixar 嘅友情故事一一送上俾大家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之前預告過嘅 Pixar Summer Fest 奇妙處處通會員活動將會喺6月12至14號舉行，之前已經開放咗網上報名。成功報名嘅朋友當晚就可以玩到夜晚11點，亦都有會員限定嘅 Pixar 好友音樂慶典，仲有其他 Pixar 好友驚喜現身，仲有免費禮品送添。講到 Pixar 動畫，一定要提呢一部反斗奇兵。事隔7年，期待已久嘅反斗奇兵將喺6月18號喺港澳地區先上優先場，6月25號正式上，喺台灣6月17已經正式上映，喺大陸嗰邊呢，喺配音陣容方面，基本上都係原班人馬。張衛健將會聲演胡迪，劉青雲將會聲演巴斯光年，翠絲就繼續由容祖兒聲演嘅。究竟玩具同科技係咪對立嘅呢？大家記得入戲院去睇下啦。
咁到時應該都會有一系列嘅宣傳，相信票房成績應該都有翻咁上下，大家拭目以待。5月17號，迷你莊園嘅亨利爵士同埋佢好拍檔阿拔首次步出迷你大宅，與世界各地嘅賓客互動啊！大家一直都好好奇，亨利爵士到底係咩樣嘅呢？今次嘅見面會終於有答案啦！Well, hello, and welcome to Mystic Manor. 睇完片段之後就覺得亨利爵士同我想象中個樣係有啲分別。呢位亨利爵士呢，後生咗又靚仔咗啲添。至於阿拔，當然佢一直都係咁得意啦。但係呢，我好好奇點解阿拔隻手一直放喺，跟住嚟到小鎮大街睇下最新產品。呢個迷你音樂盒就真係非常之吸引大家嘅注意。除咗有米奇幻想曲系列之外，仲有其餘2大系列，包括 Pixar 同埋魔雪奇緣，總共有成10幾款，每款都係99蚊一個。而家做緊優惠，149蚊仲有2個。而奇妙處處通會員喺5月仲有額外折扣添，真係抵上加抵。呢10幾款唔少都係一啲經典動畫歌曲，例如獅子王啊、反斗奇兵、小魚仙、玩轉極樂園等等嘅。呢度就有個示範俾大家聽聽。上個月情報裏面都介紹過小鎮大街嘅會員中心，而家已經變身成為大街劇院啦。喺大街劇院，大家就有機會見到唔少經典迪士尼朋友，即係例如米奇、米莉、唐老鴨、Daisy、布魯托、高飛，仲有 Chip and Dale 都有機會見得到㗎。喺樂園官方 App 裏面會顯示到當日會有邊個迪士尼朋友出現添。跟住就同大家講下6月份嘅票價資料。6月份就冇乜長假，只有6月19號端午節公眾假期。6月份嘅票價主要只係出現第1同第2級票價啫。一般嘅星期5、6日1都會係第2級票價，而平日嘅星期2、3、4都會係第1級票價。有啲特別日子，例如6月8號同埋6月30號都會出現第1級票價。唔同日子都會出現唔同票價嘅，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想入場玩，就記得上網睇下當日嘅門票分級，同埋提早喺網上預約啦。除此之外，官網同其他旅遊網站不時都會推出唔同種類嘅門票同埋酒店優惠，大家可以多啲留意網頁去睇多啲資料。仲有金卡銀卡嘅朋友，6月19號唔可以憑卡入場。上海迪士尼樂園6月份就踏入10週年啦。上一集咧都帶大家介紹過佢最新嘅10週年表演嘅精彩片段，今次就介紹埋另外2個最新嘅項目。米奇童話專列會加入新花車啦， Duffy and Friends 仲會打頭陣率先出現啊！佢哋一個專屬花車，你見到晒 Duffy 同佢成班好朋友都會喺呢架新花車上面載歌載舞嘅。咁當然啦，除咗 Duffy 之外，最受歡迎當然就係 Lina Bell。跟住落嚟就係優獸大都會嘅主題花車。優獸大都會2輯都喺全世界大受歡迎。上海迪士尼呢度都有佢嘅主題園區，所以優獸大都會都要有屬於佢哋嘅主題花車。各位 Zootopia 粉絲一定要留意。到咗晚上壓軸表演奇夢之光幻影獸，喺10週年慶典期間亦都會強勢升級，加入不同嘅投影同埋煙火效果，將10週年慶典推向最高峰。各位嚟上海嘅粉絲就記得唔好錯過睇埋呢個表演先至走，記得留意嘅時間，有時候一日會舉行2場。迪士尼嘅10KVN 今年又升級成為奇妙跑步嘉年華 Magic One Fest， 將會喺11月28至29號舉行。喺海外嘅旅遊網站已經宣布詳情，仲開放報名，未知香港區幾時報名呢？到時會再公佈。迪士尼同皮斯最新動畫《反斗奇兵5》6月份就會上映啦。喺迪士尼樂園裏面呢，
都已經有咗唔少反斗奇兵嘅最新產品，俾各大小朋友盡力掃嘅。咁無論你係胡迪、巴斯光年定係三萬仔 fans 咧，呢度都一定滿足到大家。唔知大家睇反斗奇兵，你最中意邊個角色呢？不妨留言講講。款式多到真係講唔晒，我就唔逐樣同大家介紹啦。轉頭呢，就影俾大家睇下。6月份就係唐老鴨嘅生日啦！呢位大人物咁受歡迎呢，當然唔少得一啲新嘅唐老鴨生日精品，呢度都會有得發售啦。即係例如 T 恤啊、公仔啊，呢啲當然唔少得啦。呢款 T 恤都幾特別喎，仲有手袋，啱晒女仔喎。跟住落嚟就繼續睇下反斗奇兵嘅最新產品，唔知大家中意邊款多啲呢？喺星戰極速穿梭旁邊呢個位置，以往都曾經試過做過唔同嘅用途，不過呢已經吉咗好耐。依家就見到呢個牌寫咗明日世界驛站，唔通將來會有特別嘅用途？至於小鎮大街嘅廣場飯店，自3月份開始就已經暫停營業，一直都未有公佈重開日。最近就發現廣場飯店個頂就已經再冇咗美心嗰2間餐廳嘅名字。估計呢可能係迪士尼樂園自己營運返廣場飯店都未定。今個月嘅情報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鍾意我嘅介紹。鍾意嘅朋友就記得訂閱我呢個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。咁我哋下條片再同大家見啦，拜拜。仲要撳埋個鐘仔喎，一有新片呢，佢就會通知你㗎啦。